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中檔位置係囂張喎，最出啊有怪獸波士騎上去啊，中間橙色眼罩暴風之子63森林之王啊，啡色衫中檔第5位有得意佳作埋邊白衫走翻上嚟，仲有川河稅區嚟㗎，咁啊再跟住後邊㗎啦，贏月橙衫就慢慢壓到入嚟㗎啦，內欄紫色衫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、8位啦，有越進聯歡啊，後邊嗰5匹馬囂張啦，萬里彭約啦，尾三淺藍衫呢，有呢隻領航天子啊，殿後一對馬精巧時計同埋粉紅帽嗰隻係巧妙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前面放頭跑嘅馬呢，有呢隻就暴風之子嚟嘅，跟住第2位嘅馬匹呢，咁啊見到就慢慢上一啲喎，有怪獸波士啊，出邊第3位有森林之王，內欄第4川河稅區，第5位得意佳作，第6位埋邊係越進聯歡啊，中檔橙衫呢就贏月啦，出邊淺藍衫望空咗走上去啊，係領航天子啊，後邊嗰4匹馬萬里彭約囂張啊，殿下一隊粉紅帽呢就巧妙，內欄暫時響後邊呢，有呢隻精巧時計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咯喎，暴風之子帶得好順啊，跟住第2位呢，仲有怪獸波士啊，內欄第3呢就係白衫呢隻川河稅區森林之王，第4內欄第5越進聯歡啊，中間啡色擔得意佳作兜大彎呢，淺藍衫仲有呢隻領航天子啊，後邊嘅馬先見到贏於囂張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暴風之子放得好順啊，擠嚟咗一個身位嘅，見到外邊追上嚟㗎嘛，有呢隻就係怪獸波士上嗰啲，中檔位置越進聯歡，沿住個內欄打上嚟有贏於，中檔位置呢就係呢隻越進聯歡，最後100米到暴風之子仍然係接之贏於埋邊追，出邊上係越進聯歡。第4名嘅馬呢，似乎係領航天子嘅機會係大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暴風之子擺咗喺前面放呢，一放到底。第2名呢，沿住內欄一路上緊嚟嘅馬，有贏月啊！出邊位置係越進聯歡。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出邊淺藍衫，咁啊兜咗個大彎跑嘅喎，有領航天子最出巧妙，兩匹馬比較接近。好啦，落翻班就即刻贏啦！暴風之子黃寶嚟嘅坐騎啊，第2名呢入邊上嘅贏月，第3係越進聯歡，第4呢肉眼睇就係領航天子係高啲啊！哇，領航天子其實沿路嘅際遇都唔好。